一節最新嘅風暴消息：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表示有一個熱帶船喺香港約800公里範圍內可能影響本港。喺下午3點，位於南海北部嘅熱帶低氣壓集結香港以南約470公里，即喺北緯18.1度、東經113.3度附近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約18公里，大致移向雷州半島至海南島東部一帶。睇熱帶船路徑圖，熱帶低氣壓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45公里。按照現時預測，該熱帶低氣壓會喺今明兩日與香港保持約400公里或以上距離，除非該熱帶低氣壓採取較為接近珠江口嘅路徑或顯著增強，否則本港普遍地區吹強風嘅機會較低。1號戒備信號會喺今日維持。預料與該熱帶低氣壓相關嘅外圍雨帶會喺今晚開始影響廣東沿岸。本港明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，海面亦有湧浪，請沿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預測下午部分時間陽光及酷熱，今晚大致多雲及有幾陣狂風驟雨，吹和緩東至東南風，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，海有湧浪。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雷暴，明日風勢較大，海有湧浪。週末期間天色較為明朗，仍有幾陣驟雨。今節嘅風暴消息報道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